欢迎！本集意大利梦幻小镇将带你去发掘帕多瓦省的蒙泰格罗托尔泰梅镇。本镇位于海拔11米处，大约有11000个居民。本镇被誉为欧洲温泉疗法的摇篮，但我们也不会错过其他有趣的景点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欢迎来到蒙镇，这里是度假胜地。因为本镇的水疗从公元前几千年已经在这开始了，所以我们温泉浴的历史悠久。这里的泉水被称为盐秀碘水，因为水里就有这些物质。当然，我们的水疗不仅有疗养作用，也可预防疾病。在历史上，预防疾病的作用是备受重视的，连罗马人也会来这里用我们的温泉养生。但是我们并不居住在温泉区里，因为身处维尼托大区的中心，我们与周边其他大城市很近，例如威尼斯、波隆纳、维罗纳以及维琴纳，都是几公里以内。还有帕多瓦，著名画家乔托的作品就在那里。但是我们这里也充满了特别有趣的景点。首先，有泽拉西庄园，这个庄园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与展览，重演那时的情景，使您感觉身临其境。再加上其面积32英亩的花园，壮丽的景色，让这里成为散步与放松的好地方。我们有全世界最深的游泳池，今年新建的 Y40。我们这里是蝴蝶屋与蝴蝶拱，是意大利独一无二的博物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考古挖掘出来的罗马时代文物，非常有趣的考古遗迹。我们的管理层还一直在努力举办活动去推广它们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美景可供探索，因为我们还是欧加内丘陵国家公园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在山上玩很多运动，比如远足、踩单车或者越野单车。我们也欢迎您来尝尝我们的美食与美酒，包括享用这里不同酒庄与餐厅提供的美味佳肴。继续我们的蒙镇之旅，我们一起去跟教区主教聊聊吧。
圣彼得曾经在这个古老的教堂传教，这里以前也叫圣彼得罗蒙塔诺，该名取自于蒙塔能地主。可以说，有关圣彼得的事迹源远流长，就连现在的镇徽也有他的名字，而这里的居民也会被称为圣彼得人。该教堂可追溯至1724年，从那时起，就是附近居民聚集的地方。虽然现今有一座更大的教堂，于2战后建造的多摩教堂，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来此处观圣礼，尤其是婚礼。这个教堂特别受欢迎的原因是黑圣母。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它是何时创作的，大概是18世纪。它是一幅很受尊重的画作。教堂曾有几十年的时间被称为黑圣母圣堂。我们每年4月25日会举办游行，纪念黑圣母。由这里开始，一直到黑圣母圣坛。大家踊跃的参与，使游行很壮观。这里的市民既虔诚，又为自己的传统骄傲。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，也是市镇的一部分，应当注重自己的传统，尤其是这么为自己传统而骄傲的蒙镇。镇上的人都很团结，而教区举办的活动可见一斑。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基督入门，是我们的头等要事。计划简单来说，首先第一步是由家长开始的教理问答，信仰也从家长开始传递，就如任何一个教区一样。特别的是，我们这里有很多小组，从明爱小组、传教士小组到领唱，再到不同的活动。我们很重视慈善活动，不仅是教士层面的明爱倾听中心，我们也有与社保及本地机构合作。这些工作很有价值。我们也在神父家楼上安排了一个接待所，供有困难的家庭暂住。我们的教堂容量很大，有很多人都问，是否容纳得下这么多人？可以，但有时候的确可以坐得满。耶稣受难日、平安夜，或者一些灾难的纪念日、葬礼等，总会有很多人出来一同缅怀伤痛。总的来说，星期天的崇拜里还是有很多人参加的。在本镇还有另外2个教区，比较旧的是图里教区，在9世纪时建立的；另一个是在30到35年前分割出去的圣格里高巴巴里高教区。其实教区的主教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这几个教区还是一起工作的。今时今日，教区主要的信息，说白了，就是要找到欢迎他人的方法。我认为，这是对本镇的祝福。这里欢迎游客，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旅游重镇。但是，我们还是要努力工作，提供不同的接待服务，展示出我们另一优势：团结、关怀他人。这是我对我自己、我们社区和所有人的愿望。在蒙镇一家餐厅里，我们尝尝传统美食与本地特产。
这里是森森奥餐厅，我和我的家人一起经营了30多年了。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菜式。开胃菜方面，我们有格拉纳帕达诺芝士片配煎牛肝菌，再撒上一点帕玛森芝士。然后这是蒙塔尼亚纳火腿配腌过的绿番茄，还有同样来自蒙塔尼亚纳的猪油，通常会配面包丁。您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威尼斯式的煎玉米饼。主菜方面，我们有牛肝菌鸡土豆汤、传统面食和青豆、鸡南瓜意大利炖饭。我们还有自己手做的面条，包括比格利面条配鸭酱与石榴，也可以配白鹅肝酱，还有从扁宽面配黑椒兔肉。这个是我们自家的玉琪配牛肝菌和培根。第二道菜是从我们最传统的菜式中精心挑选而来的，它们是威尼斯牛肚配新鲜的玉米粥，威尼斯干配玉米粥，美式烤鸡加附在上面的煎培根、豚鼠腿，还有维芹菜盐腌鳕鱼，当然要配玉米粥啦。另外一道传统菜是炸鸡，我们会去骨头，洗净，然后油炸，可以配塔塔酱吃。甜品方面，我们有苹果、梨和葡萄干馅料的小果塔，以肉桂稍微调味，配上香草酱和饼干，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们有经典的泽巴托、沙漠玫瑰与米奥丁尼。吃的时候，我们会喝本地葡萄酒，有白有红。尤其是让人难以忘记的沙皮努与配甜品的费俄达兰茨奥。我们在蒙镇恭候您的来临。跟随着考古学家的脚步，我们了解一下罗马时期的蒙镇。我们身处的地方有2000年的历史，被称为帕德维水疗地。古往今来都是水疗的地方，居民会来这里用水洗温泉澡。但是这里与罗马各地清洁身体的浴场不一样，这些是温泉，而在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水有医疗作用，因此大概在2000年前左右，或许再早一点，这边已经有许多人聚居于此。这3个考古遗迹可提供相关线索。如果您来蒙镇，可到此处参观。在我身后的是第一个保存了罗马村庄的遗址，是一个疗养村，它面积巨大，占地足有1英亩半。它的特点是设计精致，这里建筑对称，还划分了居所，铺满马赛克艺术的房间。大概有2至3个大花园，其中一个门廊超过100条柱子。另外2个遗迹保留了温泉遗址，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水疗温泉，其中一个距离这里不远，大概150米，位置在那间酒店下面。酒店旁边还有另一个考古遗址，那里你可能看不到温泉的遗址，但是可以看到连接着温泉的配套设施，是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后殿，
时至今日，虽然它空空如也，但是当时的地板与墙壁都铺满了珍贵的云石。然而，蒙镇最具历史意义的考古遗址位于市中心，一个被称为斯卡菲村落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会看到3个大游泳池，以及一个小剧场。然后还有另一个建筑，据猜测是娱乐设施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们都不太清楚。据了解，人们常到那里消磨时间、放松、打水、聚会、做体操。因为这种建筑通常连接着健身房，也会有听音乐、看默剧、小表演的剧场，这些都可以优化水疗的功效。我对这些古迹的管理很自豪，因为是由一群大学研究生研究历史后发掘出来的遗迹，接着研究了出土文物，最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织，名叫拉皮斯，去管理这些遗迹。参观遗迹需要提前预定，但是夏天的周日会完全开放。届时我们会安排不同主题的活动，尤其在欧洲历史文化遗产日，我们会用具有创意的想法去介绍这里，也会帮助游人发挥他们的想象力，将当年的影像跟遗迹做比较，因为单纯的参观是很难明白或者欣赏这里的。现在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蒙镇的温泉文化。我们现身处蒙镇大酒店，是欧加内温泉地带的一所水疗酒店。这地带是欧洲最大的。我们的主打当然是温泉水了。从帕多瓦大学温泉学中心彼得罗·达巴农先生的研究发现，降在阿尔卑斯山和小多洛米蒂山脉附近的雨水渗到深3000米的地下，一直流了80公里，穿过在底土含钙量丰富的岩石，到达欧加内丘陵。这些水一路带着丰富的养分，滋养我们的水源。我们的水从水源流出来是87度，然后会稍微降温，供温泉和水疗使用。这些水的成分和盐秀碘水一样，有丰富的钠、钾、镁，有益于人体身心健康。我们的水还会加入水疗泥土中，泥土经过80天的温泉水浸泡后，会吸收所有有益于骨骼关节的养分。经科研证实，我们的水疗泥土是有效的，还拿了欧洲专利。这些泥土的效果跟天然可迪松一样。我们的顾客遍及全意大利、全欧洲，大家都喜欢来享受这些营养丰富的温泉水。这些水不仅对身体有医疗效果，还对呼吸系统特别有效。有些温泉水经过雾化，可以吸入约10分钟，甚至装到喷射装铁罐里，可以帮助治疗呼吸系统疾病，例如鼻窦炎、过敏性鼻炎。亚巴农温泉在泰尔梅欧加内区，不只是大人，也是较年轻顾客的好去处。特别是传统上，一家大小会经常来欧加内温泉疗养。我是主管这家酒店的，希望顾客来到可以在养生的环境放松和预防疾病，一试预防疗法温泉的效果。蒙镇的范围也包括弗朗切斯科·佩托拉克文化公园和欧加内丘陵。
我们跟克劳迪亚·保尔丁谈一下。我们现在位于切瓦山上，是欧加内丘陵的一部分。这应该是丘陵最美的地方，因为周围360度景色一览无遗。从平原开始，火山形成的山脉在那边拔地而起。弗朗切斯科·佩托拉克文化公园和欧加内丘陵被选为安放文学纪念碑的地方。就在那边有名石架，纪念碑上刻的是乌戈福斯科洛的作品。他的作品取材自欧加内丘陵的风景。在他写的《雅克波·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》中，他表示失望，因为拿破仑刚把意大利出卖给奥地利。他笔下的欧加内并不是真实的面貌，而是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情感，就是那种幻想破灭的感觉。而这优美的景色更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。不过我们可以阅读到对这些丘陵的描述，那种环环紧扣的感觉，近乎从失望而来的场景，也是表达了作者的绝望。第二个在蒙镇树立的文学纪念碑在泽拉西庄园，上面的刻字纪念安德里安奴·古艾维里，写道：他曾在欧加内丘陵上散步，在半夜的寂静中，欧加内丘陵香气扑鼻，秋意极浓。这些丘陵的描述近乎幻想，完全与事实无关，无可避免地令人想起弗朗切斯科·佩托拉克。那时他几乎马上动身，要去阿尔库，去拜访安奴·古埃维里的家与墓地，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留在这婀娜多姿的山林上散步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蒙镇修复好的泽拉西庄园。我们在泽拉西庄园正前方的露台上，在1972年，蒙镇把这庄园连着整个32亩的花园买下。这庄园围绕阿尔托山而建。事实上，庄园位于这块被称为莫顿的石头之上。在1848年，一个名叫贝德罗·斯卡宾的帕多瓦省地主决定要在此处建造庄园。庄园的名字一直从1873年到1967年沿用至今，因为住在这里的人都记得这个名字。这建筑的风格是什么？是威尼斯总督宫式的，或者是艺术评论家贝德罗·斯利瓦迪戈口中所说的中世纪风格。他可是名副其实的威尼斯建筑师啊！虽然我们一直在奥地利的统治下，但是斯卡宾并不是奥地利人。在1848年2月，这庄园建成刚满1年，帕多瓦发生叛乱，因此庄园马上被赋予了政治意义，是一道对当时当权者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，要回顾威尼斯文化的根。在1965年，最后的泽拉西家族成员是乔凡尼亚，由于他在父亲死的那一年出生，所以就用了他父亲的名字。乔凡尼亚写下遗嘱，把整个物业留给威尼斯的耶稣会，他们也同意，一旦接受了物业，就会转卖给蒙镇。在1972年，所有手续都办好了。经过前一个秋天，泽拉西庄园协会努力不懈的游说下，蒙镇在1970年一致通过买下整个庄园。协会马上重开庄园，指定星期天为开放日，并邀请大家欣赏这片围绕阿尔托山而建的庄园。除了参观和在庄园外面散步，游人也有机会参观建筑里面的宝藏，这特别有意义，因为这里是最后的威尼斯式建筑。在山上又建于1350年，代表我们历史开始的。
位处阿尔库的弗朗西斯科·佩托拉克之家，而山下则有建于1850年，代表威尼斯式建筑终章的庄园。所以，这里的价值远高于它的建筑特色和位置，因为这里为我们的故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。我相信你已经欣赏到了我们山明水秀的土地，蒙镇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用我们的方言说就是，我们在蒙镇等候您的光临，您会在这里发掘到无数有趣与令人放松的事物。蒙泰格罗托尔泰梅镇温泉疗法的摇篮，等候着你的到来。如果你想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，你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。在蒙镇的旅程要告一段落了，谢谢，再会。